大东夜市开业20多年来，一直深受真侪市民以及外地游客喜爱。原本经营5成业者遮尔侪年来，也将摊商当作家庭朋友同款。进前疫情严重时，甚至还会减免租金，就是希望会当共同渡过难关。但近期因为市府财税局重新标租，大东夜市2/3的土地由会体事业公司得标，5成业者只取得1/3市农会土地部分。大约有242个价仔位，也因为经营权异动，连带影响到真侪摊商的生计，让因非常不满，对着5成业者提出批评。对此，业者后生特别出面澄清。因为市政府要把土地收回的时候，他有没有去考量到后面会不会经营权易主，或者是说在不同的新的这个经营者，他会不会考量到摊贩的权益的问题？就只是说条件限制价高者得，他也没有相关的这个经营背景或这个经营的经验，你就标到这么高的价格，他就来做这个生意。但是这后面的整个管理啊，然后整个摊贩的后续的问题，他们也都没有考虑到，所以现在又把这些问题丢回给我们原管理者，我觉得对我们其实来讲，我们也蛮委屈的因为一直以来我们也不是说在剥削摊贩的模式在经营，我们也是一直很照顾摊贩，维持原租金，甚至说在疫情当下，我们也自动减租，像往年这种梅雨季的时候，有时候雨季过长我们下一次在收租金的时候，也是都是会跟摊贩做减免的动作，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很照顾摊贩的。除了说明经营权换手的问题，5成业者也针对夜市摊商将价位分租给其他业者争议，一并讲好清楚。在情在理在法，其实我们夜市应该都是站得住脚的因为我们也没有跟所有摊商达成这个长期的合约，说我就是一次租你10年，10年我们就是是半年。对，我们是半年缴一次约嘛，我们的对摊贩的保护责任跟义务就是这以半年，因为土地也不是我们的有农会的部分，有市政府的部分，我们签长约，我们也怕对摊贩没有一个保障，所以才会以短约的模式在处理。5成业者讲，自从重新标租后，摊商组成自居会，并对父亲进行真侪不实指控，看到心肝善良的老爸被如此对待，感觉到不甘。身为后生，看到父亲一生磊落，为摊商生计尽心尽力，现在老身体无好，却遭受这不实指控，所以决定出面讲好清楚。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